各位觀眾，又係明報530新聞時間，今日係9月14號星期四，歡迎收睇。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發佈嘅一份報告中表示，目前所發現嘅不明非正常現象 UAP， 即係包括大眾所熟知嘅不明飛行物體 UFO 等現象，並唔能夠確定呢啲現象係同外星生命體有關。不過呢啲不明非正常現象實際係啲乜嘢 ？NASA 目前仍然未能夠揾到答案。The NASA independent study team did not find any evidence that UAP have an extraterrestrial origin. But we don't know what these UAP are. 美國太空總署署長 Bill Nelson 今日宣布，當局會任命一名不明非正常現象研究總監嚟負責監測同埋發展相關嘅研究，並會用 NASA 嘅技術配合其他部門嚟分析不明非正常現象，亦都會透過人工智能同埋電腦學習呢啲科技去搜尋天空上面嘅不正常現象。不過 NASA 唔會公開呢一名總監嘅身份，避免當事人受到騷擾。呢次係 NASA 首次針對 UAP 採取嘅具體措施。根據 NASA 嘅報告，喺好多目擊到 UAP 嘅事件入邊，包括 UFO 等，都由於缺乏足夠嘅證據去確定事件嘅來龍去脈，亦都因此無法證明呢一啲 UAP 係嚟自其他星球。當被問到如果當局發現 UAP 嘅真相或者係外星生命嘅時候，會唔會對外公佈 ？Bill Nelson 就表示可以同你打賭，無論 NASA 發現啲乜嘢，都會對外發佈消息。至於究竟有冇外星生命體呢一個問題 ，Bill Nelson 就以個人嘅立場交出以下嘅答案。Do I believe there's life in a universe that is so vast that it's hard for me to comprehend how big it is? My personal answer is yes. 全新歐洲丹麥品牌360度全方位智能助聽器正式面世，精巧、舒適、完全隱形，即時提升聽力，仲有超強減雜音功能。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擁有多年研配助聽器經驗，係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嘅聽力專家。永明聽力就喺列治文帝國中心，而家嘅助聽器仲有高達半價優惠，快啲打嚟預約你嘅聽力測試啦！想買優質養生產品，咁就要去港利行啦。佢哋嘅花旗參係100%加拿大安省種植，仲有滋補養顏嘅燕窩盞系列，同埋豐富膠原蛋白嘅海參添。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裝選購，仲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㗎。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而家更有網上服務，喺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養生健康首選港利行。喺生活成本持續上漲嘅壓力之下，越嚟越多國民轉向連鎖折扣店尋找優惠商品嚟減輕經濟上嘅負擔。本國連鎖折扣店 Dollarama 喺上一個季度嘅盈利飆升，截至7月30號，呢間總部位於 Montreal 嘅公司財報顯示，上季稅後盈利達到2.458億元，較去年同期嘅1.935億元大幅上升。該公司嘅財報指出，店面銷售增加嘅主要原因係該公司所提供嘅各類別產品都有更好嘅銷情，包括例如食品同埋家居清潔用品等消耗品，相關嘅產品需求都持續高於歷史水平。有唔少喺折扣店購物嘅國民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表示，佢哋並冇其他選擇。有國民指出，而家每一個仙都好重要。該名受訪嘅女士喺回應 City News 嘅訪問嘅時候表示，雖然唔確定 Dollarama 係咪一間有商業良心嘅公司，因為每一間公司都有缺點，而佢哋都唔例外。但佢認為所有商店都應該將部分盈利回饋俾消費者，嚟降低商品嘅價格。不過另外就有國民表示，唔清楚會唔會喺折扣店度買到較划算嘅商品。該名國民表示，喺 Dollarama 起初營運嘅時候，佢認為該店嘅價格會比超市低。不過最近發現該店有部分產品同超市嘅價格持平，咁樣就令到佢覺得冇慳到錢。Dollarama 行政總裁 Neil Walsh 表示，該店目前推出嘅5蚊價格商品策略得到顧客嘅接受。Walsh 指出，顧客願意為該公司嘅商品付出更多嘅金錢，係因為該公司嘅價格調整方針合理，並確保即使調高價格之後，商品仍然提供超出標價嘅價值俾消費者。Vancouver First Realty 地產服務唔單止專業，而且好廣泛。無論係現樓嘅買賣、最新嘅樓花項目，或者想出租物業，我哋都有出色嘅團隊幫到你。我哋嘅服務範圍係覆蓋大溫各個嘅城市。
我擁有30年嘅豐富地產經驗，有任何地產嘅問題都可以聯絡我。我係 Edgerson 宋先生，香港嘅電話係91638311，溫哥華電話號碼係604-813-8311。卑斯審查局今日回應傳媒查詢，並透露更多關於華埠3重刺傷案精神病疑犯能夠獲批日間出院嘅細節。審查局表示，當局喺本年4月13號曾經就疑犯 Blair Evan Donnelly 嘅情況進行聽證會。喺批准佢日間出院前，當局認為佢對社區係一個重大威脅。審查局指出，當局對上一次評核 Donnelly 就係喺2021年嘅5月，當時評核人員嘅結論係 Donnelly 已經取得良好進展，但係仍未準備好進行有條件釋放。呢一個評核結果同時描述咗 Donnelly 病情過往曾經出現快速惡化嘅情況，佢曾經因精神失常而殺女，最後因精神障礙被判無罪。但係要入住高桂林港精神病院，3年後獲容許喺無監管情況下進行社區活動，不過其後再次使用武器進行犯罪行為。審查局指出，令人擔憂嘅係 Donnelly 嘅行為都係毫無預警，而喺病情惡化時 Donnelly 對自己嘅情況一無所知。審查局指出，唯一適當安置 Donnelly 嘅地點就係高桂林港精神病院，並受到密切監察。64歲嘅 Donnelly 目前被控3項嚴重襲擊罪，並將會喺聽日喺溫市嘅卑斯省級法院出庭。另外，卑斯省長尹大衛今日宣布指派前阿博斯福警察局局長 Bob Ridge 去調查一切關於點解 Donnelly 可以獲得日間釋放嘅細節。當你覺得聽力越嚟越差，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優惠期有限，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北美自漏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各期肛門直腸疾病，包括痔瘡、外痔、混合痔、肛瘻、肛裂、肛周膿腫等。創始人陳國義院長嘅國義肛腸療法，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治，徹底根除病患，唔會產生任何後遺症。更多資訊請撥打電話604-559-6179。